众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28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最近新竹县市合并升格成做大新竹这个议题受各界的讨论。国民党伫昨昏有开记者会，提出2026年新竹县市甲苗栗县合并设科技都，认为合并是大代志，紧事爱看办，先做好配套再来讲升格。也那新竹市长林志坚昨暗时开记者会，宣布讲，伊无要参选大新竹的市长，是呼吁在野党唔通政治操作，量早互合并升格相关的修法量早通过。为了能够促成朝野加速修法，让大新竹合并升格，我决定不会参选2022新竹县市合并升格后的大新竹市长。公布震撼的消息，原本外界看好2029年大新竹市长的人选，新竹市长林志坚27案宣布败选，呼吁在野党停止政治操作。命总统蔡英文也到林志坚的 FB 留言，强调尊重也支持伊的决定。新竹县长杨文科讲，个人政体代志细，国家的大事爱符合庭事正义。林市长他要不要参选，我想是他个人考量的事情。但是合并升格，这是国家的大事，我们坚持的是要合并升格，必须要有一个缜密的计划。地方制度法正伫咧立法院修法。新竹县市合并是一定爱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提出得代表科技岛来反制，邀请新竹县长杨文科、苗栗县长徐耀昌甲议长刘伟等代表面代开记者会，诉求2026得代表合并成这科技岛的升级案，也公布民调讲得到多数的支持。也就是民进党的仓促立法，已经让竹苗地区的人非常的反感，尤其年轻人更夸张。80%以上都主张是要2026。国民党主张得代表合并，林志坚也邀请朱立伦公开辩论，强调合并升格修法过，每一个人拢会当选。时代力量讲，林志坚是毋是参选是个人的选择，也过无法度解读外界对执政党创办决定修地方制度法的议论。民众党也认为修法又要爱定心讨论。记者综合报道。那中华县长王惠美昨昏时表示，中华县的人口已经达到新竹直辖市的标准125万人，其实唔免修法就会得升格，所以已经发公文予内政部去审议。伊嘛认为讲，中华县总共会当顺利升格，就会当甲台中成做带动中部发展的2粒引擎。中华县长王惠美去园林宣传中华县元旦的庆祝活动，搁一届讲到中华争取升格。王惠美强调讲，中华县已经达成共识，唔免修法就达到升格条件。不过，若是互新竹县市先合并升格，对中华人来讲是伤过无公平。中华人也无比人较细汉啦。我们有资格升格的人没办法升格，那没资格的人都升格了。你看，我们120万的县民一定跟我有一样的一个感受吧？条件最好的是彰化，我们不用修法，人口数也够，那条件也够。王惠美表示，目前新竹县市还搁咧维修地质法的问题吵来吵去。不过，中华县的人口数已经有到126万，符合目前的地质法，也就是升格直辖市的条件。机械甲绿能产业嘛助赞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包括中华市甲鹿港等等，拢有真丰富的人文历史环境，嘛是往回南北交通真重要的所在。若是顺利升格，会甲台中市成做中部发展的双引擎。目前已经伫咧27送交内政部审议。不过，中华的民众对升格看法是无啥共款。升格当然嘛较好啊，以后你什么啥拢一定有差，伊的经费嘛有差啊。你升那么多干什么？一个台湾就这么小啊，大家都直辖市其他像你规起用个新鲜的，大家拢直辖市。中华县府表示，顺利升格了后，会使更较侪企业甲少年人转来，营业税等等相关的税收，嘛因为安尼来增加，对整体财政是有帮助。加做中华改变的机会，希望中央会当赶紧审议。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咱台湾甲欧边互相承认双方的所谓移风社证明。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昏是宣布讲，从今日开始，早起8点，民众有需要的人就会当去网络顶头掠个人的所谓证明。目前这个所谓证明会当伫全世界用的国家超过60个。现在验我的
QR code。这位中心示范扫描 QR code， 立刻显示使用者的姓名、年月日，是毋是有完成2期疫苗注射？若做无注2期 ，App 嘛显示剂量无符合。南方甲欧盟互相承认双方的数位注射证明，所以这位中心为2月开始开放民众上网络下载数位证明。未来若是去欧洲，毋免搁早有注射的小黄卡，只要摕 QR code 证明，就当缩短入境查验时间。除了适用27个欧盟会员国。33个非欧盟会员国以外，美国嘛接受旅客摕欧盟数位证明入境查验，也当互通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数位证明。这代表咱国的数位证明会当适用超过60国。我印了一张正常的颜色，我印了一张黑白颜色，都是 QR code， 都是可以用的。我也放在我的平板里面。无论是国人还是外国人，拢会当上网络下载数位健康证明，会当选择疫苗注射还是检测结果证明。各种 QR code 嵌伫手机还是行动装置，各会当印伫出来。若是数位证明是毋是有泄漏的风险？这位中心是讲各自保护，完全比照欧盟规定。那可以离线的验证，这样就会符合欧盟的可被遗忘的原则。所以欧盟的 GDPR 就是数位各自保护的3个原则：最小揭露、资料可惜、可被遗忘。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先开放要给出国人，那先让他们能够用。那对于国内来讲，也是一个示范。那未来会是国内的需要，那在特定的场所里面来做使用。这位中心表示，国内注疫苗差不多36点钟后就会团起的系统，数位注射证明完了纳入国产的高端疫苗。若是什么时阵开放国内使用？但是中是讲先予有需求紧急出国的人使用，未来规划伫国内特定场所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水气减少，也毋过伫北部、东部同款有地渐雨，早起有较凉冷。今仔日透早低温是出现伫嘉义，敢若11°1。做伙来看温度。这2天受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各地温度拢有较低，加上水汽有够，昨昏玉山、合欢山甲雪山拢有落雪。目前伫雪山的山顶积雪还有2公分，山顶同款是白色的世界水架。另外，今仔日爱注意的是，正方面的北部、东部有局部地渐雨，早暗拢同款较凉冷。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嘉义，敢若11°1。日时的时温度就会开始小可回升，高温有19度至25度。也毋过拜四，阁有一波冷空气会到位，天气阁会变凉。北台湾高温降到18度左右。伫下年暝也阁有元旦，这2天上介寒，低温剩无15度。水汽无啥济，敢若伫东半部、北部山区有局部地渐雨尔。若元旦过，后礼拜一开始，东北季风会减弱，天气就会变好。在关心受 Omicron 变种病毒的影响，全世界的航班是乱糟糟。尤其伫耶诞节迄几天，全世界大约有8300座航班互取消，有几若万座航班慢飞。中国的疫情也悬，即马上海的浦东机场自时开始嘛严格加强消毒，所以真侪航班拢受影响。包括咱的中营航空、华航拢已经宣布讲会调整，甚至会取消部分的航班。机场内面的旅客排甲落长，顶礼拜6的圣诞节，真侪人要坐飞机转去甲主力人团圆。因过新冠病毒变异株 Omicron 继续的扩大，影响全世界机场的航班。伫假期这3天，全世界有8300个航班取消，几落万的航班慢飞。One of my best friends is stuck in Mexico right now, and her family just tested positive, and they got kicked out of their hotel room, and it's just a whole disaster. BBC 报道，日前取消加慢飞的航班，被美国甲中国的航班取消的上侪。美国特别航空的官网显示，12月27甲28，自美国底特律甲西雅图飞上海浦东的航班拢取消，主要是因为浦东机场上新的防疫规定，执行客村加强清消的作业。有超时工作的问题，加大幅度延长飞机停留的时间。特别航空甚至有西雅图飞浦东的航班，就已经飞6点钟啊，嘛搁回头。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日前发声明，对航班取消慢飞向航空公司提出交涉。They are frustrating for the passengers who are affected, and they're frustrating for the airline employees who are not able to work and not possibly able to earn that paycheck because of it. And it's frustrating for the airline employees who are dealing with these frustrated passengers. But it's also frustrating for the airlines because they've taken a lot of steps
to get through the pandemic. 咱国际航空长营26开始停飞上山甲高雄往浦东航班载客服务，不过会停是正常。浦东来回桃园虽然维持正常，不过会停会因为清销延误。因那华航27日宣布，到明年1月底进前取消桃园飞浦东的企业航程，上山甲高雄飞浦东的航班要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尼加拉瓜进前宣布甲咱台湾断交，咱的外交人员12月23进前会全部撤离，嘛甲一栋外交馆要捐予天主教会。不过尼加拉瓜的总统竟然是侵占这栋外交馆要交予中国，这是引起咱外交部强烈的不满甲谴责。台湾跟尼加拉瓜两国在今年12月10号终止外交关系之后，尼加拉瓜政府有义务要保护我国的馆舍以及使馆的财产跟档案。对尼加拉瓜的奥德加政府 Daniel Ortega， 他们设下不符合国际惯例的2周内的撤馆期限，而且罔顾国际法的规定，横蛮地阻止我国象征性的出售我国的馆产供尼加拉瓜天主教教会使用。而且进而在今天12月27号的时候侵占我国馆产等重大的违法行为，我国政府我们予以强烈的谴责。咱外交部是批评尼加拉瓜的总统唔拿走甲咱台湾甲外交馆捐予天主教会，佮非法抢去交予中国。咱台湾表达强烈的抗议，嘛强调中国无权来接咱台湾的财产，嘛呼吁国际爱谴责尼加拉瓜甲中国这款行为。来关心礼拜日的暗头仔，高雄发生重大的啉烧酒赛车弄死人的车祸。一个姓黄的查甫人啉烧酒赛车，造成1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这已经是伊第3届红抓，伊即马早就无驾照啊！伊只正是掠物件，法院今日早起已经裁定受押。要不要跟他说抱歉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自警局移送地检署核讯。姓黄的驾驶连续讲3遍失礼。日暗，伊啉酒开车，经过高雄的河东路国宾街路口时阵，弄到4人1个火眼死的人，妈妈被弄飞当场死亡，爸爸甲2个查某囝受伤，查某囝还阁伫咧家护病房。高雄市长陈其迈希望法院加重量刑，死者家属也希望，因为亲人是最后一个酒驾的悲剧。我女儿是最后一个，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希望能够很严惩这样子的法律以后，希望能够有这样子更严加的那种状况。这个驾驶伫民国95年甲98年拢有酒驾违规的记录，26车祸时阵是5年来再犯，被吊销执照，还阁无照开车，造成悲剧。不幸死亡的姓范的女子是自新竹过来高雄，甲爸母的感情真好。23才甲妈妈讲过圣诞快乐，无想到公国见面是伫殡仪馆。较好的啦，甲啲做殡仪馆问看嘛，迄是足善良的人，对不对？我啦，人家足气的。警方依照无确定故意杀人罪、酒驾肇事致死等罪嫌，甲死亡的驾驶移送。甲伊坐共车的朋友是连坐，罚600到3000。高雄地方法院28头早以酒驾致死罪嫌裁定收押，不过并无禁见。市警局也自27开始专持连续8天大执法，重点处理酒驾。台南市伫24到26这3天已经处理58件酒驾。其中50件拢是酒接待超过每公升0.25毫克，涉及公共危险罪嫌被移送。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发生这个悲剧，凶手还佫是女犯。市长陈其迈是呼吁中央爱守法，甲驾酒赛车害人重伤弄死人的，用间接故意杀人罪来罚。法务部长蔡清祥是表示，法官会当判重刑，法官会使家己去斟酌。乌多摆经过路口，去互对向驶真向的车撞到，桥多摆翁仔某喷出去了后，当场就死亡。高雄今年11月份的这个车祸，弄到人的驾驶毋但无驾照，阁啉酒赛车。料到今年1月份，嘛有桥多摆的人伫咱青阳町，却叫一个啉酒赛车的查某人撞到，送病院也是救无倒来。即马高雄阁发生这个啉酒赛车弄死人的车祸，嘛互高雄市长陈其迈是真生气。酒驾，致伤或致死，这个是人神共愤。好，他这个不是第一次，这个已经是累犯。也建议地院能够从重量刑。陈其迈呼吁中央守法，针对啉酒赛车致使别人重伤死亡，高雄市府建议讲，会当向未必故意杀人罪来论处，而且吊销驾照，永远都袂当去考。
另外，嘛强化罚则的范围，坐公车的乘客嘛要连带负刑事责任，而且没收车辆等5项措施。针对饮酒赛车的处分，敢是要搁做调整？法务部长蔡清祥嘛对外来回应。我们希望在个案上侦审的检察官、法官应该要斟酌情节从重量刑。事实上，立法院伫2019年已经有修法，加重饮酒赛车致使人死亡的刑责，相当会当判10年有期徒刑。5年内若是搁饮酒赛车，相当会当判无期徒刑。根据警方的数据，每一年饮酒赛车处理的案件，伫修法了后，虽然有减少1万件，不过也是造成有149个人因为饮酒赛车的车祸来死亡，而且这饮酒赛车万赔搁罚物件的人是先讲就讲袂听。修法修得再重，但是我们的法官还住在云端，法官他背离民意轻判，这对家属情何以堪？敢若一直加重饮酒赛车的罚则，有民众就批评讲，这种方法并无对症下药，因为饮酒赛车起诉的案件入去到司法的阶段，大部分判刑是判无当，所以呼吁法官都要严格重重处分，让饮酒赛车车祸死亡的悲剧莫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推出那亲像出国同款去坐邮轮探索网号，12月31日月底要开放营运，要带游客去花莲的外海迎接元旦，看头一逝日头光。游客上船进前，爱下载台湾社交距离 APP， 方便有需要的时，方便来做疫情调查。若上船落船嘛，拢爱做 PCR 检测。来关心联合报。民生物资用品直起，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稽查小组有去查，若是业者真是有乌白起价，就会对基本工资补助办法来提起价扣除补助。经济部讲今仔日会对外公布办法。来关心中国时报，英国的美国出名的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英语教授苏英谦。过身，食到85岁，伊甲中国近代复杂的人物甲历史，透过历史考证，也有参照专家的研究成果，用讲故事的传统历史方法，让西方认捌中国，嘛让新世代中国人对历史有新的感受。来关心国内昨昏是新增加16个大病入境的案例，其中有一个是咱台湾去哈萨克比赛空手道团的团员。目前这代表团加共有12个人确诊。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对明年的1月初4开始，入境的民众 PCR 采检的报告要2天来做的才准算。国内2次增加的16个境外移入个案中，其中一名20多岁查某人是顶日到哈萨克参赛的空手道团员。伊日是入境25发病，症状包括头痛、流鼻水、甲会忝。过去目完整治2剂莫德纳疫苗，属于突破性感染。空手道团员累计已经有12个人确诊。在决赛之后呢，他们有开放观众入场。那在整个的管制上面呢，会稍微较宽松。那这个部分是外界所疑虑的地方。确诊者的基因定序上紧伫日晡尾仔出来。工团团员除了确诊者隔离治疗，也有10人已规定伫集中检疫所检疫。目前体检拢是阴性。另外，感染源指挥中心认为为发病日推算，伫飞行机顶感染的可能性较低。确诊的12位在那个飞机上的座位看起来是从28排到44排都有，并不是说都聚集在同一个区域，在全部都是在机上被感染，这样的可能性应该是蛮低的啦。第三手出国比赛调病指挥中心将伫2天内召开检讨会议，讨论敢是约束选手一定要注满2剂疫苗，甲伫国外的防疫作为。因应国际Omicron病毒快速摊开，指挥中心也宣布调整入境需要检附的阴性报告，由3天加严2天来采检，就是出发地航班时间往头前推算2个日历。入境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是染疫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把这样的规定做得更严格。所以是从1月4号下礼拜20时起，那入境的 PCR 的检验报告调整为2日内，就是在2日内采检。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最近确诊病例上升基因定序结果，高增加6例 Omicron 境外移入病例，5例来自美国，1例来自英国，全部拢是突破性感染。指挥中心呼吁民众，做疫苗未当完全避免着病，一定要继续落实个人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的确定病例，已经是超过2.8万例，死亡人数是超过541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
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6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931例。中国病例有10万例，日本是超过173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53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1100万例，法国是超过916万例。来关心以色列是爆发禽流感，有超过5200只渡鸟飞来遮的好死去，就惊这病毒传到两家，所以马上抬调50万只鸡仔。以色列政府即马是警告讲，鸡卵可能会欠配。这只鱼一直飞是个想要飞起来，也毋过安怎努力就是飞袂起来，尾也是无力啦倒伫咧涂骹，抑个上千上万只的鱼，也拢安尼连连无啥物活力，有已经死去浮伫咧水面。以色列北部正是欢迎的胡拉山国自然保护区发生禽流感，当局正伫咧控制疫情，即马游客袂使入去。农业部讲，北部的一寡鸡发现 H5N1 禽流感，当地业者采取预防性扑杀，有50万只鸡被销毁，所以即马卵可能会欠货。שפוגעת כאן בעגורים, למעשה הפגיעה החמורה ביותר בחיות הבר אי פעם. יש כאן אלפי עגורים שכבר מתו ועדיין לא ידועה ההתפשטות הנוספת בחיות הבר האחרות, במקורות המים. 以色列媒体报道讲，胡拉山国自然保护区内面有囡仔伫咧参观过程，可能接触到一只破病的鱼，所以造成禽流感的传播。当局也已经准备买进口鸡卵来应用欠卵的危机。每年差不多50万只鱼伫咧飞去非洲的半路经过以色列，并将一部分会留伫咧遮过冬天。今年估计差不多3万只留伫咧以色列过冬天。非政府组织犹太国家基金会胡拉俄公园发言人讲，即马赶紧清除这寡鱼的尸体，因为惊讲会毁掉其他的野生动物，包括一寡专门伫咧食动物尸体的马丘。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阿富汗的塔利班继续迫害女性。第26个时，因是宣布讲，查甫人若是要去较远的所在，也是去长途旅行，边仔拢爱有查甫人做陪。另外，塔利班换权掌权了后，因国内的经济崩盘，嘛影响媒体运作。自8月份到今，已经有超过6400个记者无头路。塔利班一直限缩女权，由高中警察将阿伯抗线中恶部立了，佮提出新规定，未来女性要展开长途旅行，离超过72公里，都需要有男性亲属陪同，若无路条运输业者就袂当提供服务。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批评，新规定将妇女看作是犯人，限制因自由流动的权利。那安尼女性就无法度做生理，伫面对家庭暴力时阵，佫较歹逃走。另外，塔利班也要求填报所有女性为主角的电视剧，甚至连查某记者出现伫镜头前，拢爱低头巾。وضعیت وخت په کتو سره اندېښنه شته ده چې آینده موږ کوم لوري ته ځو زموږ وضعیت به څنګه کېږي په رسنیو باندې به محدودیت وضع کېږي یا نه وضع کېږي دغه مسایل شته. 根据无国界记者甲阿富汗独立记者协会的统计显示，自从8月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以来，有43%的媒体已经结束营运，造成60%的记者失业，大约有6400人，而且大多数拢是女性。 تمام دار ندار ایدمی کشور با گذشت هر روز با مشکلات جدی مواجه میشه. رسانه‌ها از این امر مستثنا نیستند و تحت تاثیر شرایط بسیار ناگوار در افغانستان متاسفانه قرار گرفتیم و وضعیت رسانه‌ها دسترسی به اطلاعات فعالیت رسانه‌ای در یک وضعیت بسیار وخیم و خراب قرار دارد. 即马阿富汗媒体产生真大的变化，主要原因是国内经济危机。 少广告收入，头家发不出薪水，只好裁员。另外一大原因是塔利班高层制定11条新闻规则，为审查甲迫害开新道路，剥夺新闻媒体独立性。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伊土对国防、医疗甲电动车发展是重要的原料。目前中国是全世界上大的出口国，也毋过最近这几冬，中国开始限制出口，这嘛，互欧美开始改变政策，赶紧去别位学，找新的来源。 避免中国高占市场，对全世界造成影响。伫加州的山界矿场是目前美国唯一一个有权咧开采稀土的矿场。What I'm holding in my hand looks like a pile of rocks, but these are very special elements with special magnetic properties that are really vital to modern life.
伫1960到1980年间，全世界稀土拢来自这个矿场，不过就伫中国起来了后，以俗嘅竞争，全界矿场因为开采稀土造成污染北方场。Rare earth elements themselves aren't particularly rare, and what's clear is that there's insufficient supplies of rare earth elements to meet the world's climate goals. 稀土有真少看到的金属元素，伫发展绿色能源甲电动车来讲是一定爱有的材料，也被美国政府归类是战略矿产。中国控制稀土命脉，全球需求增加，公司实行向前牵制各国能源转型政策。I think one of the issues for implementation should be where are we going to source these critical metals from, and how are we going to source them? 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官方已经批准成立稀土集团，按算伫最近成立，透过整并真一间国有企业的稀土资源，确保稀土市场的全球供应链当中伫主导的地位，而且当作美中贸易战的手段。China spent 40 years developing a geopolitical strategy of controlling critical materials. Obviously, they have advantages in labor and they have advantages in environmental costs. They made those materials so cheap and available to every single technology company in the world that no one thought about it. 无想要互中国牵制，美国前后甲澳洲、加拿大、欧洲合作建立稀土供应链。通用汽车过30年也宣布要重回稀土主题市场，不止采购，个别合作建厂。矿场顶棒企业投资资源，一条美国制造的稀土供应链慢慢出现。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拜登已经签署国防授权法案，国防金额是7700亿美金。这项法案嘛，包括提升咱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来关心美国的邮轮爆出疫情，美国的疾病管制中心讲要去全面调查68架邮轮，嘛拍算要强制坐国内航班的旅客，共款拢爱注意风险才通坐。来关心南韩每年4月份要申请加入 CPTPP， 目前是正骨力在接触会员国。风声讲日本即马拍算要求南韩爱开放福岛的水产品。镜头搁倒来咱国内来关心咱政府要压厝价，内政部进前有提出5大防止炒厝价措施，针对超故意炒厝价人，上当是罚关3档。这草案目前伫立法院审议。内政部处长华敬群是表示，法案的目的是要防止超故意炒厝价一寡恶质的行为。请动图。出席社会主题动土典礼，内政部处长华敬群带来好消息。全台湾今年已经兴建14000户社会主体，加泰每年继续。对于最近炒房这争论真济，内政部提出5大压炒房的做法，包括全面限制预售厝换约转卖，司法人买厝采许可制，针对恶意炒作联合买厝具体行为造成市场紧张，必须要有证据，才会动用刑法相当3年有期徒刑。重点，它的概念是在说，它一定是透过实际的买卖交易的行为，而且呢，它有一些例如说纠团不当的垫高价格的那样的过程，它必须要有证据。不过投资客即马无要买大间，换买细间的，也是转向中古厝。华建群是讲，压炒房是政策方向，相关草案由台立法院审议通过。针对政府提出强硬政策压炒房，公股行库为了配合调关房贷利率，除了第一银行去年将自用房贷利率定在1.35%了后，奖金嘛调升到1.38%。土地银行表示，会予头一届买厝的人摕到1.31%的房贷利率。根据有法人购屋的部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民众如果购买高价住宅的部分，还有是购买3房以上的部分，那部分才会受影响。其他亲像华南银、兆丰银也是收款会当1.31%的房贷利率。兆丰银上近20年后评估调关利率。公股行库是讲，除了替今年高成长房贷降温，也要控管不动产放款水位，用低质量的方式减少民众买厝的数量。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已经14档拢无起价的高雄客运车，即马考虑万项成本拢咧起。高雄市政府已经宣布讲，对明年1月27开始，客运车嘛要起价。虽讲跳表一开始的介绍是同款的，毋过伫路途也是等的时间拢会跳较紧。因为台南甲高雄算是同一个营业区，所以台南的客运车嘛会对得起。
计程车伫高雄火车站排班点等真久，真无简单，才等到有人要坐车。大众运输愈便利，互计程车生意愈歹做，搁加上车钱已经14年无起啊，互司机真歹过日。所以高雄市政府决定明年1月27开始调关费率。物价跟薪资的一个状况，司机这边一直有在反映的。那就是年初的时候，工会这边也有按照那个程序讨论完了之后。有提出一个他们建议的一个费率版本啊。费率调整了后，起跳价维持85不变，按过公里数为1.5公里变做1.25公里，续调甲计时运价也同款速度，而且拄着风台停班停课，会阁加收50，估计平均每一段车钱加15。因为高雄甲台南是属有共同营业区，所以台南原来会同齐调整。你需要搭你就得搭，涨价就配合嘛。太贵的话，那倒不如自己骑车还是什么就好。车钱起价有民众会当了解，也有民众不爱坐。那民众接受度无同，司机对起价也无同的看法。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补贴吧。无遐人去啊，因为你也想，而且要走一座台中来台北，迄是无可能的事啊。大家嘛爱坐高铁啊。高雄局表示，目前高雄市计程车的运价是6都上价，而且台北市伫104年、台中市伫105年拢经调整，去年屏东县也调整运价。到伫各项物资拢起价时阵，即马连计程车钱都要起。对于计程车业者来讲，有小可贴一个，不过对民众来讲，恐惊扩大爱下较安呢。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元旦有休3天，啊那旧历过年会当休9天。目前台东一寡大饭店，风声讲订房率拢已经超过90%，也毋过因为年中发生本土疫情，真侪员工拢已经离开石头路、红石头路。即马疫情较稳定，饭店的生意变好，也毋过却出现欠卡手的情形。今年后半年，台东县的观光人潮涌入，各大饭店的订房率也明显提升。尤其到年底跨年，台东饭店的订房率会当讲客满。饭店业者后半年也明显感受到无平时假日气氛，也过受到去年甲今年顶半年疫情高峰期国内旅游人潮减少的关系。部分饭店员工放无薪假，也是自遣，即马又可以回来啊，也过员工煞无回来。台东县观光协会估计，旅宿业即马上欠基层的房屋甲餐厅服务员，至少每一间饭店拢欠10至20人不等。因为一些基础的房务员，然后还有这个餐饮服务生的话，它是比较属于这个基础的劳力。那当然，如果政府可以开放这个就是移工，然后让外籍的这些人可以进来帮忙的话，或工作的话，当然是最好。台东县就业服务站表示，已经陆续接到餐饮甲饭店业的人力需求，目前大约有180个缺，也过来应征的求职者无济，主要是到年底大家转职的意愿无悬。要回到相关的行业还需要一点时间。那加上目前已经偏向这个年底了啦那转职的意愿也比较低。台东就业中心分析，部分饭店所在地可能较偏远，求职者也会考虑交通因素。饭店可能爱提供较好的福利条件，才会当吸引求职者。后个月台东就业中心会举办征才活动，有需求的业者甲求职者会当当面好好讲。记者综合报道。台北101的大楼伫年尾下年即家拢会放烟火。台北市的劳动局昨昏时专工去做劳动检查，要求主办单位爱甲施工的安全做好势，确保活动会当安全、会当顺时。透过烟火模拟动画，先感受跨年暝闹热的气氛。经过疫情的限制，为了迎接新年，台北101今年安排总长360秒烟火秀。台北市劳动局27第2遍到现场，实施第89站加101楼的关楼劳动安检。提醒他们说，因为那个施工架本身它的一些长度会因为受限于现地的状况，所以有些地方会比较有一些突出的部分，像有些比较是角落的地方呢，我们特别有提醒101的施工团队，在这个部分呢，可能要多做一些保护的措施。因为烦恼作业的劳工伫落雨、温度高低环境中，会影响活动力，增加职业灾害风险。劳检人员加强高架作业的检查。今年各路烟火，依照线路控制器进行施工管控。劳检人员也有查看漏电登录器的设备是不是有安装好，每一个细节拢加注意。主要就是因为烟火的部分，因为它是有涉及到可能有这个爆炸和火灾的风险，包含它的消防设备是不是都有备置。那包含我们刚刚也特别检查它的这个电线的线路
那我们看到它电线线路上也都有安装漏电断路器等等。劳动局强调，27个劳动安检大概上无问题，会持续督促主办单位做好施工安全防护，互民众伫跨年暝会当安心欣赏到美丽烟火秀。记者综合报道。电影放上头来关心宾科大今年参加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有摕到两座未来科技奖。伫发明比赛这部分嘛，摕到1个金牌、4个金牌加1个铜牌。那展现学生囡仔的学习成果，嘛，互这新的技术通伫未来应用伫咱台湾的产业。甲冷冻鲈鱼切地直接等落去煮，免落蒜头、长久米酒，也无臭腥味。屏东科技大学以水产深加工技术开发免用水洗免退冰，直接煮也无臭腥味的鱼产品，连带研究出鱼骨粉、鱼鳞粉，摕到台湾甲日本的发明专利。伫即届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得到未来科技奖。第一个是特色是没有腥味不用xử鱼，不用解冻。那另外呢，我们在鱼的加工过程当中会产生20%甚至到70%的这一个加工的副产物这个没有好好的利用的时候呢，那个鱼肉就会很贵。那所以我们就开发了一个粉末化的这一个技术把这个鱼骨、鱼头、鱼鳞呢变成我们的这一个可以吃的苦粉。台湾饲鱼技术世界出名，但饲的时间短，产季佫集中，大细规计数就差真济。透过水产深加工技术，唔但通提升产品的价值，也通稳定市场。甲另外，佫有机械工程系所开发的超音波喷雾污油系统，是运用纳米流体帮助佫较有路的微型工业散热，大大减少工厂热废水的排放，为环境保护佫尽一份心力。那我们主要是在散热这部分，对。那因为我们后来的时候是有加入纳米流体的这部分，利用超音波震荡来去把它变得更小，那可以去送到它要的一个位置。那可以得到他要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散热的效果。包括工业设计、农业生机等发明，屏东科技大学伫今年创新技术博览会发表多项作品，除了摕到2座未来科技奖，展现学生的优秀成果。上界重要是等下这技术若试验完成，真正就通实际应用，大大增加咱台湾未来的产业实力。记者综合报道。台南7股的龙山国小有组一团创意的跳鼓阵，毛结合电音三太子甲人狮这元素，跳起来是真古锥，阁真活泼。除了互囡仔有成就感，嘛希望会当传承咱顶头的文化。学生囡仔专注咧练跳鼓阵，互相配合节奏，佮会晓变换队形，跳咧是真有伴。这是台南7股的龙山国小全校师生做伙组成的创意跳鼓阵。要拍拼来传承地方的艺thuật文化。全校才大概30几位了，高年级、中高年级和低年级呢的学习的吸收能力不是很均等，所以在发展上是很困难尤其是要花多一点时间在低年级身上现在走传统中创意，变成创意跳古镇。7股龙山社区的信仰中心龙山宫，过去有真出名的上工阵，不过时代变迁，人口减少，这个阵头也已经消失去啊。虽然龙山国小本地是想要延续上工阵的文化，却因为人数无够，改造跳鼓阵，结合电音三太子甲人狮等等各种阵头的元素来表演。由我们的小朋友来担纲演出，这个事情对他们很新鲜，而且每看到自己的孙子、自己的孩子在那边表演的时候，那种卖力的感觉，他们非常感动。龙山国小这样活泼古锥的跳鼓阵，受到侪观众的肯定。除了龙山社区，其他区域嘛会来招因表演，甚至搁伫台南艺术节上台演出。若建立这寡囡仔的成就感，更加达成推广艺术文化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是水果王国，摕果子来做鸡仔饼无稀罕。不过乡亲敢捌看过摕果子来做蜡笔，这是伫云林西里有一个业者，伊是认为讲加一寡品质较歹的果子单调是真无彩，所以就甲摕来做蜡笔，安尼无毒而且佫环保。这一支一支蜡笔，唔是化学原料做的，是咱平常时伫咧食的水果做的，用天然的色素来染色，会当讲是天然个环保。像这个紫色是葡萄皮，像这个咖啡色主要是香蕉。
本地是伫做鸡鸭冰的陈志良，发现农民会甲一寡品质较歹的水果拢拼掉，认为安尼生是真讨济，这激头脑甲无人要爱挃的水果变做是蜡笔。其实农友在采集水果的时候，当然有裂果啊，还是被小鸟吃到，然后他们就直接会剪下来丢到田间，或者丢到水沟。那有这么丰富的水果的颜色，那不能吃，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转换成可能是色粉还是色票什么之类的，就把它做成一个蜡笔。运用脑底乌涂也会变成金，本地是要拼掉的水果，即马变做囡仔画图的蜡笔。有这款回收再利用的启发，也互囡仔伫生活当中知影珍惜物件，了解到回收再利用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东区的区公所头一摆设计文创产品，用在地真出名的古迹大东门，也就是迎春门做主题，甲在地特色品牌化，互大家看到迎春门，就当想到台南的东区。台南市东区的大东门，自清代到今，目前已经是市定古迹。大东门西面写迎春门，古早伫入春一天都会办迎春礼。现时台南市政府也传承这项历史活动，为了推广社区营造，东区区公所也以迎春门做意象，推出相关的文创产品，包括多家司所我们做的这个红包袋。用迎春门做一个红包袋，那也跟安平平安来做跨越来做这个文正那这个文正比较特别，就是我们取了东门城的土。东区的文创产品唔但有红纸鹿啊、含纸袋，还有用手工填的袋啊，会当摕来藏锁匙，有代表性，也拢真实用。这次也因为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成果啦所以我们就摆设在我们东区的1楼。广场这里来让大家来欣赏啦我们也希望这些产品能够更贴近我们的市民。台南古长的历史文化得以推广，真正文化局也捌推出古迹相关的文创产品，还有结合古早出名人物的刺绣啊。在疫情期间，成功创造约卖3600万的销售金额。今年台南东区区公所也头一摆设计文创产品，结合在地历史文化的元素，甲在地特色品牌化，也希望会当推广观光。记者综合报道。艺术家杨海灿为着要互家己的故乡加一寡艺术感，是甲社区斗阵推广编织的艺术，邀请社区的时代做伙参加，加上学校学生囡仔拟部的作品来增塔社区。伫新完成的种地艺术头前，做伙放地龟啊！嘉义县地架乡的清水公园，27日天正式启用这座社区时代甲学校囡仔做伙参与的大型艺术品。老师哪教，咱就哪做安尼啦。做了，唔知完整啊，我唔知啦。完整是真好。教他们从钩织开始，然后把这些织片整个放在我的那个羽翼上面，它也有象征帆的意思啦，也象征翅膀，希望在地的都能够各方面都能够起飞。时代的交织，学生的拟步，佮透过艺术家杨海灿的设计，完成这一座一座代表地家的艺术品。日头较大的时阵，阁会当看到涂骹无共的感觉。当然有啊，就是把整个公园变得更活泼。这些艺术的艺文的东西，在这些长者或小朋友身上，他们可能很少会去碰触到。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一次的艺术下乡，让他们学到说，原来艺术也有更有多元的发展，然后艺术也有更不一样的层面。杨海灿表示，上课唔但是教因做物件，嘛是教因对生活的态度。希望这届艺术作品会当互一寡社区看到，大家做伙保存在地工艺甲美学，嘛替一寡社区阁找到彰显活力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根据海委会资料，咱台湾对2017年到今已经清出来1000万公斤的海洋废弃物，其中以塑胶类的上介多。为着要鼓励企业循环利用，环保署即马是推动海洋废弃物循环产品标章，希望会当把回收的海洋废弃物变作新的产品。用废弃的渔网仔、甲海洋粪扫内底的 PE 聚丙烯、甲 PA 材料做目镜框、甲藏目镜的壳仔，也有企业办清海保的活动，甲扣到的100公斤海洋废弃物做成1000支的塑胶杆仔。这的再生品拢用超过20%的海洋废料做成，摕到环保署海洋废弃物循环产品的标准认证。阮的部分搁超过这个20%，我已经达到26%。希望大家会当透过这1000支的杆去了解讲，这个物件是天然环保
重复佮使用的真正好的产品。今年算是第一件修正，吼，有4个厂商，13项的产品，吼。陆续，即摆还佫几啊间，吼，开始有想要申请的。根据海委会统计，台湾对2017年到2021年已经清超过1000万公斤的海洋废弃物，其中未当回收的材料占约一半，竹仔甲茶排第2，也若废弃鱼网啊甲掠鱼的工具有超过7%，玻璃拢3%外。为着增加海洋废料的使用率，业者已经规划要提伊做电子产品。我们今年的目标是保利龙，到明年我们大概1年要做到200吨。头一批摕到循环产品标准使用权的企业有4间厂商，13项产品。未来台湾要走向零碳排，甲达到循环经济的目标。环保署认为，塑胶减量又是上要紧的。记者民警郑海文台北报道。镜头来日本人的耶诞节有一个传统，就是爱食鸡肉糋，所以伫耶诞节当天，买拢爱摆家卤肉肠。另外，伫日本的麦当劳即马因为马铃薯欠货，所以宣布对日时开始，即礼拜买这马铃薯，拢敢若会使买细包的尔。因为加拿大温哥华港口附近大水，加上疫情影响全球物流供应链，日本麦当劳的马铃薯条原料到货延迟。顶礼拜宣布实施韩国配给，全国2900间分店为20到31间，停卖大薯条甲中薯条，只卖小薯条。预计31早起10点半恢复正常供应。这段期间人客上门，有的淡薄失望，有的是认为物流原因只会当暂時忍耐。小さい頃からマックのポテトが好きで、お腹いっぱい食べたかったので、L サイズがないとすごく残念です。いや別に問題はないかなという思いますけど、たくさん買えばね、それでいいだけなので、別に S だけが販売、全部販売しないならね、ポテト好きな人食べれないからかわいそうだけど。限买小薯条的措施，当拄着年底耶诞甲新年假期的大过，反映出供应链的困境。也毋过日本人过耶诞，更较袂当欠的应景食物是另外一间连锁素食肯德基之家，为门前摆开一长，人客赶到大包小包，就当看出受欢迎的程度。食べないとなんかしっくりこないというか、クリスマス感が出ないというか。普段は家族3人なんで、なんかあんまりそういうことはしないんですけど、今日は友達とワイワイするので買いに来ました。这项传统起源是肯德基1974年耶诞节食鸡鸡创意促销红起来，从此肯德基的鸡鸡加做12回真红产品，耶诞销量会当增加到10倍。另外方面，耶诞自餐开拍的鸡鸡加沙拉，今两个炸转去的组合，佫较是卖真好，早就爱预定，若无过节时阵排队，也无一定抢会到。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过去的2冬，咱受疫情影响，人甲人爱减少接触，爱保持社交距离。即嘛正做发展百款的机器人一个新的机会。人工智慧 AI 应用的范围即嘛愈来愈宽，带乡亲来看这项变化。得到节奏拍鼓，坐来甲你行棋，或者是请你倒来甲你抓铃，互你轻松一下。即嘛，全世界 AI 人工智能的技术愈来愈进步，也有各种无同的机器人。送米露的机器狗，也佫有送餐的机器人。因为疫情，即嘛真侪店拢用这种机器人送餐，毋但减少被感染的疑虑，也解决人力无够的问题。即嘛需求正大的外送，也有机器人伫咧送。总部伫咧美国的清健科技所推出的载配车，这2年使用量大幅度增加，自250台增加到超过1000台。不过机器人外形无一定是冷冰冰，意大利比萨大厦正伫咧研发的亚博，就是会当有正幼的表情，变是人类情绪的机器人，更加拍算互因去帮助自闭症或者是失智症的患者。Avere un robot che sia un compagno e che aiuti un anziano o un soggetto in difficoltà. 机器人也会当应用伫咧执法甲军事。校湾市警方今年就用机器狗执行一寡风险较悬的任务，包括亲像替归友磅体温，或者是询问确诊者。南韩是伫咧研发变色的4脚蛇机器人，外形的色会得到环境改变。相关技术以后会应用伫咧军事、流行时尚或者是汽车。
AI 也会当用伫咧医学。南韩研究人员最近就透过 AI 技术，甲原本拢是2D 影像的电光、电脑断层 CT、自镜造影 MRI 转化成做3D 的影像，互医生对一边看更加清楚。譬如讲肿瘤，使用者毋免挂特殊的目镜就能看到，而且影像会当对着目睭刷叮当，也会当用手甲头控制。也就是讲，医生伫咧做手术时阵，会当查看影像，提悬成功的机会。目前研究人员已经将技术转移予南韩的中小企业，准备要商业化。公司新闻齐万玲编辑。欧洲国家通天气最近是同款拄着寒流，首都安卡拉温度是落到0度以下，当地真出名的天狗公园水池啊，即嘛拢结冰。原本伫水池啊生活的鹅甲鸭，即嘛无水通游啊，各不种爱徛伫冰顶头，互因看起来毋知影，那亲像是毋知影如何是好，有够古锥。水鸟群或者是徛在顺摸。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这几只天鹅最近拢无法度落去受水，因为寒流，安卡拉的温度降到摄氏0度以下。当地天鹅公园边仔的湖水，包括喷泉的出水口拢结冰，以前常常看到天鹅甲鸭鳖仔伫咧水内面受水耍，即马无法度受水，就干脆溜冰。İlk kez görüyorum. Çok üzüldüm onları böyle buzun içinde gördüğümde. İlk defa böyle görüyorum ben. Ben hep yazın gelmiştim. Havalar soğuduğunda ilk defa geldim. Kutuplarda gibiyim, soğuk. Neler hissettin? Bana bakarak. Fotojenik buldum. Ben zaten fotoğraf çekmeye geldim buraya. Yani hoş bir manzara sundu. 虽然天鹅公园毋是头一遍拄到湖水结冰，不过天鹅伫咧湖边行路的情形实在真特别。不过也袂使互因一直行，市府就派人甲湖边的冰降水，至少有一寡空间互天鹅受水。天鹅公园起伫咧1958年，园区内面的天鹅甲鸭鳖仔有专人伫咧饲，一直拢是当地真有名的休闲景点。2013年，土耳其全国发动保卫公园的反政府示威，天鹅公园也成做抗议民众的聚集地点。迄当阵，市府担心警方催泪弹会去伤到天鹅，结果正够工，甲因刷到其他所在小秘籍的。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3度，上悬2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3度，上悬2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3度。外岛的温度上低是9度，上悬1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